1月12日星期一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馬爾谷福音。耶穌來到加里肋亞，宣講天主的福音。他說：時候到了，天主的國臨近了，你們改過自新，順從福音吧。他沿加里肋亞海邊走着，看見西滿和西滿的兄弟安德肋，便對他們說：來，跟隨我，我要使你們成為捕人的漁夫。反省，耶穌嚟到加里肋亞，佢一面宣講天主嘅福音，一面就主動召叫門徒，為嘅就係讓佢哋成為捕人嘅漁夫。我哋諗一諗，耶穌召叫門徒同佢宣講天主嘅福音有咩關係呢？翻去一下理解。改過自新同天國有咩關係啊？翻去一下你嘅理解。祈禱意向，求聖神啟發同祝福嗰啲尚未認識上主嘅人，希望佢哋喺教會學校嘅氛圍下，明白愛主愛人對個人成長嘅重要性。行動回應，檢討一下自己有乜嘢表現欠佳嘅地方，準備辦告解，祈求上主寬恕。